罗都做，够看上。那把这关于罗啥了几把个时候，俺你做也。罗都做，怕我公母拉拍个，没拉点把马人吧，看懂哪晚娘这几浪错也，彩的比怕我拉背的呢，南这定的雷大姐，俺去娘的怕我个参学云里来几大，我去黑人个路过些年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大。爬运动雷达，对恰蝙蝠和雷达上。在漆黑的夜里，飞机怎么能安全飞行呢？原来是人们从蝙蝠身上得到了启示。蝙蝠是在夜里飞行的，还能捕捉飞蛾和蚊子，而且无论怎么飞，从来没见过它跟什么东西相撞。即使一根极细的电线，它也能灵巧地避开。难道它的眼睛特别敏锐，能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楚所有的东西吗？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，100多年前，科学家做了一次试验，在一间屋子里横七竖八地拉了许多绳子，绳子上系着许多铃铛。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让它在屋子里飞。蝙蝠飞了几个钟头，铃铛一个也没响，那么多的绳子，它一根儿也没碰着。门那个节目啦，nam住只他点着我拍话音呢。马日过错啦，爬红个绿点呢，落过西巴音。爬红呢，节目啦拍话嘛是，不没接到，不那种怎特。对嘛是，只当拍那用，点呢你不先把当当土家么是。还种超越路基种，你搭起学你。马日开个没还种那话音呢，门那个节目来用。你不同接撒不同的吧？那天的撒都用接，老家一年啦，彩里比彩大些些用。康比弄的个把蒙布阳台马的些些，隔壁店的中秋蒙布的，店里怕我个米热的康比弄不得久。对在机场过那用，中几种马着，怕我给个把的道理，几来用马土。个人的来地察节，当我去。他也当七三八的用得下去音。漆黑，门那蝙蝠，爬翁，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让它在屋子里飞。过去爬翁个密住的，康比能不得久。俺亲用的，他念这些过来记得。词语解释：漆黑，这里是指环境空间内非常暗，什么也看不见的意思。门那些话呢，可与还种门把的区别，这用同门的别的。蝙蝠，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，夜间在空中飞翔，实力很弱，靠本身发出的超声波来引导飞行。爬翁呢，我同苏家之言啦，节目把弄的不行，艺术还种行。容里的点别才干热了啦，点呢不话音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：雷达是英文名称的音译，意思为无线电探测和测距。即用无线电的方法发现目标并测定它们的空间位置，因此雷达也被称为无线电定位。雷达是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的电子设备，雷达发射电磁波对目标进行照射并接收其回波，由此获得目标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、距离变化率、方位、高度等信息。呀。但我这样的用下进的啊，漆黑，门那漆黑，门那蝙蝠，爬翁，蝙蝠，爬翁，
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让它在屋子里飞。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让它在屋子里飞。过去胖虎个密住的坑比农拍的久。过去胖虎个密住的坑比农拍的久。老朱错，切去得人个农顿充满黑体，打我去举起来啊！老朱做，我个他人农，胖虎是为记得更热。C. 蝙蝠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验证的接触不错，但我今年的别人个好真的弄得做的用下进的啊。在漆黑的夜里，飞机怎么能安全飞行呢？原来是人们从蝙蝠身上得到了启示。蝙蝠是在夜里飞行的，还能捕捉飞蛾和蚊子，而且无论怎么飞，从来没见过它跟什么东西相撞。即使一根极细的电线，它也能灵巧地避开。难道它的眼睛特别敏锐，能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楚所有的东西吗？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，100多年前，科学家做了一次试验，在一间屋子里横七竖八地拉了许多绳子，绳子上系着许多铃铛。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让它在屋子里飞。蝙蝠飞了几个钟头，铃铛一个也没响。那么多的绳子，它一根也没碰着。打我今年的这一些记得。漆黑，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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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蝙蝠，胖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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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蝙蝠，胖虎。老主座，别人个老师的年长就业，我做连车居民农家用，但从嘛这人demo。周波节5个千年欧中啦，扎黑黑呢，俺去连前努去呢，连些将农把训练比国家业。